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12月20号，公元2019年1月25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会见印度藏学研究学者；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哀悼印度林家教教主逝世；西藏色达僧人在服刑4年后获释；中国加紧压制西藏宗教自由，藏人被迫跪拜习近平照片；人权观察年度报告，中国当局持续压制西藏人权。2018年，数十名藏人涉煽动分裂国家罪遭判入狱。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四，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官邸内接见印度青年藏学研究学者，并进行了互动交流。1月2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宫顶内接见了印度13所大学和研究院的22名教授和青年藏学研究学者。尊者在发表讲话时强调了复兴古印度关于心灵和情感方面的知识的重要性，指出藏人在这方面可以做出贡献。尊者指出，The latest my commitment is try to revival of this ancient Indian knowledge. 我的最新使命是通过教育振兴古印度宝贵的文化，而不是通过祈祷和法会。当然，这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但真正的文化是内在的知识，也就是印度的传统文化。与会的上述专家和学者正在参加由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学会在萨日高等藏语学院举办的首届印度青年学者西藏研究会议。在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中，主办方邀请印度藏学专家和各高校的年轻藏学研究学者，探讨有关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议题。来自马德拉斯大学、纳兰陀大学等来自印度各邦内的13所不同大学和研究院的22名教授和青年研究学者参加了此次的会议。另外，印度林家教教主西瓦库马拉·斯瓦米吉于近日在卡纳塔克邦杜姆古尔市逝世，享年111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随即于1月23号致函斯瓦米吉博士的追随者，表达了哀悼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写道：“几年前，我有幸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杜姆古尔市大学接见了斯瓦米特博士，我钦佩他体恤贫苦民众的精神，并赞扬他在提升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还指出，斯瓦米吉博士的漫长而有意义的一生将激励人们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并再次向逝者斯瓦米吉的亲友和追随者表达了哀悼和慰问。此外，曾于2015年遭中共当局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而遭判4年徒刑的西藏康区色达县僧人确吉于近日刑满获释。据确切消息来源，确吉于2019年1月18号获释，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抵达色达县。他的亲朋好友准备欢迎他返回家乡，但受到了当地警方的阻拦。甚至威胁他的家人，禁止家属以外的人得知他获得释放。当确吉到达色达县家中后，他的住所一直受到警方的监控。当地警方不断地对探望他的亲朋拍照记录。确吉于2015年6月19号临近达赖喇嘛尊者巴士华诞前夕，与他的父亲一起身穿写有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巴士华诞的 T 恤。随后与其妹吉宗、外甥扎巴一同遭中共拘捕，2名亲属被扣留数周后获释。确吉则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遭判4年徒刑。
他最初被关押在位于康定市的甘孜州监狱，随后转移到四川绵阳监狱服刑4年。与此同时，据西藏境内的消息显示，2019年年初，中国似乎正在加速对宗教活动的限制，以及对西藏人民的镇压政策。据可靠消息来源证实，中国当局在并入四川省色达县的一些政府扶贫对象被警告不得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还被要求拆除家中的佛龛。一些家庭被迫摆放包括习近平在内中共领导人的照片，并向照片礼拜。当局警告藏人，如果不照办，将会被取消贫困补贴。同样，本月早些时候的其他涉藏新闻表明，中国政府持续压制藏人，西藏人权状况在进一步恶化。此外，总部设立于美国的人权观察于近日在其发布年度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当局利用全国性治安严打行动，打击支持达赖喇嘛和反政府的行为。1月17号，人权观察发布2019世界人权报告。在该报告关于中国和西藏的国别章节中指出，中国当局在各藏区持续严厉地限制宗教、言论、迁徙和集会自由。当局还利用全国性治安严打行动，鼓励民众互相举报任何表现支持达赖喇嘛或反对政府的蛛丝马迹。人权观察还在报告中指出，对藏区寺院、学校和一般民众的政治思想教育，据报道均已加强。这一政策旨在向藏人灌输对中共的忠诚，削弱达赖喇嘛尊者的影响力。年度报告进一步就中国政府对藏人和少数民族实施的双轨护照政策表达严重关切。报告指出，数百名持中国护照前往印度参加2018年1月达赖喇嘛尊者法会的西藏人，因为藏区官员威胁处分出国旅行人员及其境内家属，被迫提前返国。人权观察还对于中国政府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解决民众关切的采矿和地方官员圈地问题表达了担忧，并记录了中国当局打压西藏人权维护者以及藏人自焚等问题。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据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道，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上周末在其工作报告中称，2018年中国政府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罪名判处25名藏人。中共在西藏召开两会期间，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索达于1月12号的会程中报告全区法院工作，宣称过去1年紧紧抓住西藏特殊矛盾，扎实开展扫黑除恶、打非治乱专项斗争，审结刑事案件2524件，3007人。而在已审结案件中，煽动分裂国家、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等为25件，25人；恶意炒作涉及民族因素敏感案共32件，33人。1月10号，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齐扎拉在自治区党代表大会上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称，西藏坚决遏制和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和破坏活动，其指的是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以及西藏境外的支持。如这些遭判刑的25名藏人一样，西藏境内的藏人的诉求是西藏要自由，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仅此而已。然而，中国经常因煽动分裂国家等罪名进行处罚，这一刑事指控的定义过于宽松，而且广泛地被滥用于反对中国政府的西藏异议人士身上。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